老聽眾飛的踩場喪鬧商台。18號人愛樂區。Take first exit. Enter highway. 民建聯與你關心社會。哇，咁都唔算係幫民建聯賣廣告啊！民建聯俾咗至少50萬買時段，搞到一鑊粥嘅節目，尋晚凌晨首播啦。第一集係講沙田區，民建聯嘅葛珮帆做嘉賓主持，但佢係咁講民建聯有幾多公職，一齊跟埋去睇下啦。希望咧可以揾到個地方，又唔騷擾到啲居民，但係又可以發展到啲即係標準嘅場地俾大家練習同埋比賽嘅。好似好關心班夜青咁，但人哋唔拜你咧。其實我老實講，我唔知想點。佢個效果係冇嘢㗎，做 show 咯，有錢賺先做㗎啦，佢哋。咁會唔會有啲失望，還是都冇期望？冇期望，冇失望，冇期望過，咁就唔使話失望啦。4個鐘嘅節目話就話係直播，但插咗唔少錄定音，但係扮 live 嘅訪問，仲要全部都係民建聯嘅人。咁啊睇沙田區，當然唔少得我哋沙田友立法會議員劉江華。劉江華你好，你好，咁多位大家好。節目做到天光，喺烏溪沙碼頭，主持竟然話咁啱撞到民建聯另一個區議員，有冇咁巧啊？但好戲在後頭噃，主持嗨嗨地落海游水，點知？哇！真係好凍喎，喂！你貪錢啊？咩話？你貪錢啊？乜嘢啊？做乜咩？邊有先啊？身無分文咧，睇下先做咩啊，大佬？喂，好嚟啦！哇，好多魚啊！好多魚啊！呢個火滾阿伯係特登由九龍搭的士入嚟鬧㗎。林彬點死嗰個時期，我睇住林彬死嘅，因為我喺佢隔離嗰度住，睇住俾班左仔燒死林彬嘅。我由林彬嗰陣時，我捧雙頭捧到而家嚇，你話我幾失望咧？我幾失望。我幾傷心，而家聽佢啲人咁樣，每個人都有佢哋嘅自己嘅表達嘅意見啊嘛。咁佢講到佢覺得係咁樣，又唔係代表個人嘅意見。商台策劃總監黃永凌晨都有落現場睇，咁商台公關亦全程拍攝同監視記者採訪。